明仔载是正月初九天公生，今仔日下晡就真侪人去款拜天公的物件，也因为这拜天公初九呢，主时开始拜，糕饼店和天公庙对初八开始呢，透暝拢无休困。寿桃红菇粿牵仔条摆甲满满是，糕饼店也陆续咧补货，甲奖品款互齐全，准备迎接一礼拜四正月初九，全要拜天公来买的人客。对拜三下晡开始，都有民众来看物件，看甲一箱甜甜甜，准备要赴11点子时去拜拜。你买偌济物件？1990。啊，你买啥物款物件？迄个问因落。寿桃啦，啊面菇鉗啊，马死去。为着要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平安发财，现代拜天公的物件愈来愈多元，亲像有发财金糕啊、求事业、步步高升等等。糕饼店也表示，拜天公古早咧上基本需要传的就是米菇、鉗仔条、有红圆这3项物件。这是米菇，嘿，就是长寿的意思，长寿龟嘛。啊，这个钱啊，福袋的钱，就是把那个钱带回去啊，你就是拜天公这样子啊。啊，这个是圆满的意思。嘿，团圆圆满的意思。有一寡民众伫拜三下晡就先来到上山奉天宫提早拜天公。上山奉天宫也表示，普通时拜拜上界大成拜的，就是天公祖玉皇大帝，这是对古早农业社会的传落来的，代表对天公祖的尊敬。天公祖就是伫咱台湾人心目中吼，就是讲你也拜拜的人拢知影讲，这就是新界上大的。庙方表示，过去农业社会较早的人拜天公上主要拢是追求规家伙仔平安顺遂，拜天公分做顶下道，顶道拜寿的，若有错的行李会放下道。对旧历正月初九子时，也就是拜三暗时11点，就会使开始拜天公。天公庙和附近的糕饼店对拜三开始透暝无休困。庙方也提醒民众拜天公这天爱讲好话，避免对天公祖无尊敬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